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这个1984，1984这个写出来，我感觉真精彩，所以咱来甲读看卖咧吼。然后我第一这个做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，可能就是网参考吧，因为两个所在当然伊的功能啊啥，无讲介共款，一个可能有画面通好分享，当然目前也敢若分享，可比讲即个英文版的小说，当然伫 Clubhouse 是纯粹敢若声音尔，当然伊有一个论ချက်内底会使用文字交流安尼，总是变看啦，因为 Clubhouse 即个所在敢若嘛是毋是有可能会有各样无真确定，总是拢参考。好，我得咧，我着来打一寡消息，伫信讯号内底打一寡含1984，或者是含台语有关系。可比讲网络顶悬找到的资料啊啥这样，所以个啥，这个目前大概是安尼啦，就是9点至10点，阮即上读这个1984，当然即马可能就是大约10点进前会先暂停，迄个暂停就是讲，每一个伫台顶的朋友拢有读念过了后，就要来做一个压尾，迄个压尾是要读温玉桥即本目前上新的《日晖闪逝》，伊去照日本时代所找到的字词，互伊一寡感受、感想，甲伊写做简单的诗句安尼。我着伫咧确认遮吼，你若伫 Clubhouse 遮，你大概看会到一寡消息，还是文字信息就对啊，大概是安尼。有啥物分享？然后台湾版的即个1984，目前1984敢若有文字版，伊无电子版，无迄个啥物有声册啊啥，无所以即本嘛，安怎讲？周文成先生咧处理的时阵，处理甲我感觉真会当，用真侪心思安尼，所以无讲介好读安尼啦。好，原题我著讲，图涵内拄好，时间内拄好，特别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。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，随我意，我著继续来读即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《开花结子》即本小说嘛，无电子版，伊嘛是干那纸本的尔。那春水作者本人讲，爱着甲咱一个人啊，伊也无其他人通帮伊处理啊，所以伊也无去甲用做啥物，可比讲温玉桥日晖闪逝有 PDF 迄个纸诶，就是电子册嘛吼，爱个用 QR code 有啥册，那春水就讲无啊，伊拢无其他人通帮伊处理啊，就干那家己一个人尔，所以相对来讲可能就无其他的形式，所以我咧猜想1984可能大约嘛是安尼想吧，家己一个人就做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安尼。好，继续来读这个《开花结子》，《开花结子》这个600几页吧，现嘛已经读到400几页，这几种42章就大只，42章要读完啦，可能读完就来读这个1984安尼。因为《开花结子》这讲到方向甲迄个名字，可能你听下画面就对啊，因为进一个讲嘛，石岩米我都要去查，石岩米就是断交就对啊啦，算讲无要来去啊，虽然讲是翁仔某，要毋过就是要拖白要离缘就对啦，怎啊拼去甲伊献埋理论就对啊。今仔日的方向拢无歹声扫，嘛无嘿嘿叫第骂人，颠倒轻声细碎甲民主讲，咱来离缘好，民主。知影方向是青面虎，行喺猪肚面，讲饼就饼。有了啊，淡淡回讲，你是讲真啊讲假？生成嘛真诶。民主上一捆仔讲，
你是想到啥物，才要甲我离言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方向虽阁接喙，前苗替我生一支地鼓喙，我要甲伊报出生日加价，干那为这，无为别项。民主虽应讲，我有啥好康伫无？咱一人分一间，方圆的厝我伫，代理一间互你，剩的就无啊。啊，贷款的，两间拢6价半，袂到期的，爱随人家己去缴。安尼颠倒是我较舒适呢，才会两个人拢分甲真平方。安怎讲？你伫外口偷生囡仔，若真正拍官司，你即两间厝是爱总互我，才有公道。你甲我讲这方向随去配面，阁煞话，你甲总务处一个姓刘的组长，礼拜日脱裤咱伫病历有一概了后，有人看袂做着，挑工翕相，挑工偷翕相，阁寄来互我。后即落代志，你拢听人我袂讲，爱我编出来互你看无？免，民主真苍切，因讲啊囡仔咧，为兄早就大人大种啊，互伊家己家人进前，若有啥物开销，我会付伊用。民主丢一群啊，才阁讲我会回你的消息。毋过我敢若要吞忍你3工尔，拜五中昼补，我会过来遮。你若毋肯，我会甲你所有的大细项物件，总等出去大路，互人捡。民主啊，证人咧，这我会找，免你加无。正经到拜五迄天，方向带两个来要做干证，甲伊甲民主的身份证总拄好户籍课的办手。对头迄烂的名姓付掉去，两个4、5结20档的冤仇人，即时各做各拍，小做小分，一人一路溜去。竞争来论述3工前的八会是安怎民主会稳准立言的？内中的理路是方向所讲的伫病历室讲炮的代志。对民主来讲，毋但是真拄真尔，互规边内底足侪员工拢伫喊即件见效代，团真侪月日，才豆豆啊煞去。是讲，敢真正有人去偷翕相？佮甲相片洗好，拄互方向。老实讲，方向的手内是无相片，伊会讲要编相片出来互你看，是要吓人的尔。民主家己偷食到有罪，袂晓掂真内心，煞甲赢叫，跋甲输了了。落尾是误会，也无全输。跳过方向带前苗做某，照丈人丈的5万。伫台中办10块岛，请亲情50。过一冬，阁生一个查某屁，夹起来拄好一担。哇，这变个啥？那纯粹咧用一寡字词的时阵，真正足侪字词，我无迄个生活经验的是啥，我都看无，毋知影。当然，照前后文大约是会使要讲哦，大约有啥物意思？要毋过详细，我都理解，因为迄即马讲者较无输赢咧，50岁以下无啥咧讲台语啊，哪有可能讲啊？遮会相对较深诶？何况遮会较深诶3字诶4字词，这甚至一寡形容词，你若无咧讲，真正讲袂出来。好啦，干若时间到，咱就转来读咱诶1984。1984，我就讲，若是不良艺道。开花结籽的即个精彩，也是艺道的程度，含即个1984的精彩艺道的程度无啥相款啊。好啦，来继续读落去。拍算我看觅，伊即个1984第2部分，后手剩了几啊？
正十个啊，嘛是头前佫有一寡上伊迄个啥，袂输敢若你上课课本内底的遐，嘛是袂透的。好啦，反正咱就来甲读落去安尼，可能今仔日可能嘛是读7页嘛，6、7页，我一定来。要来读到即个256页啊，即大只。因为头前咧讲权利同为因果策谋来学着教训嘛，吼。To learn from past mistakes， 应该免啥说明啊。双手上有路的实行者，就是发明双手的迄群人。因知影双手是一个庞大的心理欺骗系统。伫咱的社会，上了解即马咧发生啥的人，嘛是上看袂清即个世界实况的人。一般来讲，了解愈深，幻想愈重，人愈巧愈起笑。有一个明证，就是人若社会地位愈悬，战争嘛对咧愈强。对战争的态度上晚近理性的人，是住伫争议领土的受奴役民族。对因来讲，战争不过是连续的灾厄，像地牢烤牢，一摆搁一摆冲伫因身躯顶，倒一边战赢，拢是完全无要紧的代志。因知影土地换主，伊嘛是做含战争共款的工课，只是替新的主人做。新主人对待因的方式，嘛是甲旧的共款。待遇比因较好一丝人的劳工，也就是所有的普罗啊，因的战争意识时有时无，必要的时，统治者嘛会甲因吐入去惊吓甲受训的小公状态。3年来啊，我读到257页，伊256到257这段不哩啊大段哩。好啊，我可能甲257页这段读完，你若有对着，才你对后边读。迄个状态，毋过若犹在引起，伊嘛有法度长期拢袂记得战争长伫咧拍。正是当组织内底，特别是内党部战争的列强，上正讲，对于征服世界上信道的人，正是上了解迄无可能的人。知识甲无知，虚无甲热狂，像即款颠倒病的代志，说甲做伙，是海洋国社会一个上主要的特点。官方意识形态内底矛盾满满是，有时根本无实用理由，就爱掠安尼；有时根本无实用理由，就爱安尼。党排斥、诽谤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调主张，煞刁工举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安尼做。党公然逼迫劳动阶级，是几世纪以来上厉害。煞为着共原因，叫党员穿英国手工劳动者咧穿的制服，党系统得破坏家庭团结，煞用一个直接诉求家庭忠诚感的名号来称呼党领袖，连甲咱统管的4个部名称嘛真袂见效，超故意含事实倒摆。和平部管战争，真理部专门讲卖贼，自爱部实地讲行的，良尚部造成妖姬。这矛盾毋是意外，嘛毋是来自一般的威胁，这是双手的有意实行，甲矛盾调和，权力才通永远保持。自古以来的孙权要暂互长，无目步。若是人类的平等要永远避免，若是咱所有的顶站要长久保持地位，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，就是爱是受控的小狂。一句，过来一解哦。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，就爱是受控的小狂。这我就讲这
莫讲英语，我常常是看无。迄啥？中文版我嘛捌看过啦吼，啊，台文版这样的看吼，真正是真硬斗安尼。好，我来看觅上尾一句，伊讲，若是人类的平等要永远避免，若是咱所有的顶层要长久保持地位，社会普遍的精神状态，就爱是受控的消共。If human equality is to be forever avert, if the high, as we have called them, are to keep their places permanently, then prevailing mental condition must be controlled insanity. 就爱是受控的小共啦，就讲因正咧讲什么？每一礼拜有2分钟的收训周，就是甲一寡人叫出来骂骂咧咧啦吼啊，讲什么迄个所在无好，迄个什么又无好，所以咱就爱安怎安怎安怎呢？所以这真正就是较麻烦的代志。所以现主是来看，最近这2天就是迄啥，台湾万有录嘛，啊，台湾万有录得奖了，你甲看觅啊，遐两个匹配叫是啥物人？以我角度来看，迄就是假中国人嘛，迄就是假中国人嘛。啊，所以，台湾万有录自2024年开始得奖嘛，即2026年算是搁较大的奖啊嘛。啊，未来搁较大的奖，我毋知影，所以迄个文人的部分，我毋是真理解。啊，小说当然有精彩的程度，就敢若即个1984共款嘛。但讲迄个台湾万有录，敢若已经24国的版权拢有卖出去啊。啊，2027年有要拍做戏剧，伊2025年的金马创投会有甲伊选入去。迄阵敢若120支片的款是安怎嘛？我伫台湾万有录是其中一支，啊，敢若是日本迄边的公司，我看袂出来讲，因到底即卖是要用电影，吼，1、2点钟、2、3点钟来呈现，还是电视剧？我是看到有人讲，敢若是用电视剧方式来呈现吧。那以电视剧，日本的电视剧差不多10集嘛，因为迄内底12出菜，啊，你用10集来讲，还佫会使啦，或者是一集讲一出菜安尼，我无确定。好，准入嘛来啊！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昨读的即段不哩啊大段，256页到257页，我来讲这拢是属于迄本册内底的内容呢。安尼，我毋知大家看的朋友你有即本册无？1984即个小说真正无讲介好读，啊当然台文的写字用法嘛。若准讲你手头无台文版的，啊你听阮的台语，啊你有中文版的，反正你嘛会使罔看啊，因为我有即个翻译者伊所处理过迄个英文版，因为即个英文版已经成做一个公共财嘛，所以你伫网络顶悬应该袂讲太困难就找到1984即个英文小说的版本，哦，强在是 PDF 嘛，啊，你会使去做另外处理安尼。PDF 转做文字，以英文的资料来讲，问题无讲介大，那中文就歹讲啊。啊，若台文吼，伊搁较歹讲。即马大部分系统拢敢若捌中文，伊无啥捌台文，所以一寡台文字伊会家己黑白认安尼，绝对是爱搁人工顺过安尼。好，安尼3年是毋是互你接续落去读257页最后即几纸？是安怎？这是安怎？坏。
好，感谢，这是还阁是内容啦吼。后壁开始，伊这册内容吼，真正是伫迄个第几啊开始拢是册内容，差不多占这本小说的一成有无？或者超过哦，222页开始，到这258页，30几页，安尼几页，36、7页，差不多真正差不多一成。伊这本册若准讲以377页来算，36、7页真正差不多一成。所以开玩笑讲法，就敢若你的论文，若准讲有一成是引用别人的资料，安尼会使无？理论上应该无啥物问题吧？甚至我毋知迄个论文审在伦理会啥物会，因会使允准你去引述人的内容，会使到偌济？佮讲一半，你的论文一半拢是引述人的内容，啊，另外一半你家己写，安尼会使无？我毋知影，还是6成、7成？敢若有一个，可能有一个趴数吧？就讲你认为你家己的想法，是你家己的想法占这份资料、这份报告、这份论文，还是这部小说有偌济？会使讲到你的，有这我毋知影。啊，即摆这个1984这个小说哦，小说的名称是尼哥嘛，一个数字，然后内底你去讲一本册，寡头济集体主义的理论甲实行，到遮真正是36、7页，我感觉应该差不多啊啦。那佫搭落去可能讲去啦，当然所以开始要讲真正因的故事安尼，所以。这只3字头到258啊，就是，这个动机实际上就是，这就是册，伊就浪旁，咱较大旁，就表示讲，开始要讲故事啊呢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是毋是换准伫读，准着你读才会开始，因迄个 Winston 甲 Julia 因就伫迄间房间嘛，甲伊睡迄间房间安尼，还是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心自在，交你。静，伊拢是第一条嘛，所以恬静的静嘛，所以静青青。都太轻，有英雄风波情，聚会会有手，一张乌章高过目睭，银行万规律起动，处理啊，可以，处理啊，你有咧滚，可以，你咧滚 ，instant 车合起来。水里啊，更苦，嘴巴，人推落去，甲皮单扭起来，人最好读的，想伊也知影迄真的秘密，知影当时。安怎做？我也是无了解是安怎。第一种甲第二种共款，甲第三种共款，讲无正经家庭，伊本对知的代志，好是在伊已经有的知识整理甲有系统，不过读了后，伊比进前。较知家己无起色，人袂因为性命少数，一个会少数，一个人会少数，无真做少。世间内有诶是真，有诶是假。你若是把握真实，无合喙音嘛，真实啊。SIT 嘛，是
TSINSIT 嘛，真实真实。我等下。就准甲全世界，就准甲全世界对抗，你嘛有时少的落日的一条黄光贵窗啊，车就入来，看到镜头顶，伊目睭闭咧，伊的面头光，若无人。这是第一条哦，这是第一条。的身躯，甲伊经历，伊互伊生出引导的信心，通好安全，伊真安全，一切好势。伊若困去，随意念，精神健全，毋是照统计，感觉一句内底核心的地位。好，感谢。我发觉到你伫读迄个美调的这种句型啊，敢若会怪怪。拄则遐顶悬两段，伊真安全，一切好势，后壁你搁顶读一届。一次。因若困去，即个毋是呐，即个是迄种的呢，即个是第二条呢。你家读对迄种的呢？你家读对干那啥迄个呐？好 ，OK， 这是一个你家己搁了解。上顶外一抓，伊讲有诶是假，你若是把握真实，后壁一句。这里是 KH， 你家读对 KA 第7条去啊？你知无？就准甲全世界对抗啦。若就准甲全世界对抗，就是甲什么是迄个若是甲伊变成是一个动词啊，去甲人甲我掠来，去甲伊讲，去甲伊叫来，去甲伊安怎嘛？毋过伊即马是要甲全世界对抗啊。当然，伊即个对抗，伊英语是用 against 啦 ，to the truth even against the whole world， 就准甲全世界对抗。所以这就是咱大部分的台语人咧混唔对的。KA 第7条一字 ，KH 一字 ，KAP 一字，这三字就是不管念还是讲的时候，有当中就是会混唔对去。毋过第即搭遮就是应该是 KAH 还是 KAP 啦。佫一个所在，250啊，有2个尾调的所在，你佫念一解哦。一个是250啊，尾啊第4抓，伊讲第1种甲第3种共款，拢无正经啥嘛吼，这是一个。过来就是分假号遐，就是较大浪拍第2抓遐，伊讲本身地角着身躯边静青，就亲像安怎呢？这拢是尾调的句型。啊，你的尾调的句型，敢若就讲我著讲迄个啥尾调，伊到底是要读尾调，还是尾？伊用台面的词嘛，将歹讲，就是到底是听到啥，还是听到安尼？我咱正经，我这物件其实伫台语内底是不了接讲。当然对你来讲，口语上应该无啥问题，啊，毋过拄着读的时阵，有当初会去互牵去。你佫读一解好无？因为后壁物件嘛，对无？后壁物件是要讲做教着的受词嘛，所以就含顶个迄个第2抓相款嘛，对无？好。
你网上课，有无？这其实当然在口语上你讲的时候，你开讲大概真罕会直接拄到这啦，无一定罕会直拄着。啊，毋过伫思维语的时阵，咱就定来看到，会定来看到这。啊，看到这，你读毋着去，当然我就讲啦，反正是考试。啊，毋过你若无平常时啊，联络关系，真正拄到考试就是倒啊，用是用两包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嘿，嘿，对啊，即个教字的时阵，伊就是两个读法，一是 KH， 一是 KAP。伫即个遮我嘛无确定伊到底是读，而且我会感觉伊是应该是 KH。啊，毋过伊的英文就是 even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对抗啊，你要甲全世界对抗嘛，你要甲别人对抗嘛，你毋是要甲别人对抗，你是要甲别人对抗的，你听有无？我念解，我讲解，你毋是要甲人对抗，你是要甲人对抗。伊的英文是 against the whole world， 啊，所以对咱台语是 KAH， 这字是 KH， 当然，你遮敢会使读 KAP 啊？我感觉我个人我袂读 KAP，KAP 是我甲你，啊你甲我来，你喊我做伙来，迄是 KAP。啊，毋过，你甲安怎？对吧？你该安怎？嘿哦，你该啊，遮就是你甲全世界对抗嘛。所以，你拄仔咧读的时候，你拢该读对 KA 的7条。啊，遮应该我的语感应该是，应该是 KAP， 因为 KAH 有人讲 KAH 是 KAU 的变形。啊，当然，伫即个遮，即马即个汉字啊，就是两个读法的时阵，变成我所听到就是有个人会读即个音，有个人读迄个音。那么伫即个遮，即个无问题。即马是咱读的时阵，你该读第7条，还是读甲，就准全世界对抗。我袂读甲，我会读甲 KH。你讲参考，伊主要就讲，有当时就是头前讲一个啥物所在时，伊迄个甲是 end， 啊有当时是，反正就是，即个两种无共的语言啦，啊无共的语言就无迄个一对一的讲哦，拄着即字一定是翻译做迄字，拄着即字一定是翻译做无，大概有啦，有可能就是你掠出来原则，有可能是7成的时阵会使适用。啊，毋过就是有一寡例外，咱就有看到啥物用英文是 end 嘛，啥物巧个精工，还是啥物个安怎嘛，对无？啊，毋过伊就是 A and B 啊，伊的英文是 A and B， 啊，毋过对咱来讲就是，有当时用 KOH， 有当时用减，啥物？即年仔一个啥物咬算减安怎？就两种性质拢有诶，就对啊。啊，这嘛是安怎讲？你伫运用文字诶时阵，一个多样性，还是丰富性？你袂使大概拢是伊又个水又个美丽，还是伊是水含美丽？对无？中文以我一个外国人学即个中文啊，他。漂亮很美丽，还是漂亮和美丽？就讲你刚才用 and， 就怪怪啊，毋是毋对，只是会叫伊种啊变化吼，无变化就对啊啦，大概是安尼，网参考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我搁接续来读，我可能甲伊读到第259页即搭遮。我要甲伊读到260页，还有中段一寡算啦楷体字吼。即两工啊，因为台湾蛮有录，伊是主要是用中文写，啊，毋过内底就是有一寡台语字词，啊，有一寡日语的汉字，
所以伊翻译做英文，翻译做日文，翻译做韩文遮的时阵，伊就拄着一寡状况，就是安尼一到底要安怎去表示啊？所以我也咧想讲，透过台湾漫游量，咱会使再一次确定台湾自15世纪、16世纪以来，伊就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啊。荷兰人1624年来到台湾，伊伫咧统领日咱遮城遐的时阵，遐各部族所讲话拢嘛袂通的啊。台湾就要安怎甲阿达亚通啊？台湾是要敢若西拉雅通啊？因拢有因各自的语言嘛。也毋过因用的共同语可能是用荷兰文啊、荷兰话嘛。当然，按登山来到 Formosa 遮的人，因可能捌寡汉字，也毋过迄是字啊，因使用的语言是别种语言啊。所以台湾漫游录伊等于嘛是会使讲是，至少2种语言，台语含日语。因为迄内底无中国人的成分，所以袂有中国话，就是敢若台语含日语。啊，当然就甲汉字会使通，也毋过遐台语含日语内底，伊煞毋是敢若纯粹的台语含日语，因为佫牵涉到日文的时阵，迄佫牵涉到讲，你到底是要用1938年的角度去看遐名词，还是以现主是2026年，尤其地号名的部分，咱怎拢讲台北，啊，你甲伊读做英语的时阵，大部分拢甲读台北，拢读台北，也毋过1938年的日本人来到台湾遮，伊看到迄2字的时阵，伊是甲伊读做台福区。对因来讲是一字一字去读的啦。迄个北边的北因是读做福区啦。啊，所以台对无？台北嘛，是毋台北？日本有一个所在叫咩？台场遐，用台北。啊，所以台福区是1938年日本人看到即2字所读出来的字音嘛。所以本质就是多语言尔，只是过去70年以来，咱拢用强制敢若使使用中文讲华语嘛。啊，就敢若我著讲嘛，1984即内底去限制伫即个当中生活的人的思想嘛，限制思想嘛。要毋过人的思想有当仔真歹限制，除非你用足强烈迄种力量去甲伊压制嘛。拄则伫咧啥物所在有讲着迄什么震惊啥有诶无诶？哦，这我著讲硬到诶所在尔。后来我继续读，啊，大家朋友若随时有啥物想法看法，就提出来分享交。来259页，遮有一个567下骹遮，算讲佫一个重新的段落开始的款吧。精神的时，伊感觉家己困真久去，毋过看一下迄粒古早款时钟，才20:30，伊抿一下，楼骹听到迄个深鱼的歌声，佫变到位啊！只不过是无梦的迷乱。若4月1日，念咪走无遮。毋过若4月1日，念咪走无遮。毋过形影、话语甲梦想拢来乱，甲我的心偷摕去啊！即块阿里不达的歌，若像犹未退流行。伫即区四界拢听会着，比收魂之歌较长命。酒里啊，听着歌声精神，剩一个有够开的云，为面床爬起来。我巴肚枵啊！伊讲，咱过来煮歌咖啡，靠枵炉火花去啊啦，水嘛冷去啊。伊炉啊关起来，摇摇咧，内底无油啊。咱会使甲 Sheraton 先生套挂换洗。奇的是，我明明甲油添甜啊，我穿衫一个，伊煞咧讲，敢若较寒来啊。Wisdom 嘛爬起来穿衫，迄个毋休困的声，搁唱。因讲时间会治疗一切，因讲往事甲当作烟，毋过遮侪年的笑容甲目屎，悠然咧陪我心肝底的弦。喂，遮有足侪个歌词，敢若伫咱的台语歌，嘛敢若真侪首内底有一半首啊，一半句嘛，敢若共款的。我毋知咱台底朋友敢有想到还是啥？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迄个我要讲一个所在是260页第5章，敢若较寒来啊。
我看伊英文是安怎讲 ？It seemed to have got colder， 对无？咱就讲哪来哪寒嘛，愈来愈寒嘛。COLD 啊，就是较冷啊嘛，较冷啊嘛。哦，所以对咱台语内底是叫做啥？哪 A1 哪 A2， 就是用形容词嘛。迄个哪安怎是有两种的讲法用法嘛？哪唱歌哪跳舞嘛？哪美1哪美2，也毋过，哪来哪水？无哪来哪水是哪来哪一种的？哪来哪寒？所以这无算是哪 A1 哪 A2， 是哪来哪 A 形容词嘛？啊，遮就是哪来哪寒嘛？啊无哪来哪寒，咱会甲迄个寒放头前变做动词，较寒来，对无？进前讲啥物？水来，还是啥物？管来，还是啥物请来？所以我就讲伊即个，伊无去处理迄种叫做啥？轻声符嘛，轻读，因为伫即搭遮，你若家读变调，照一般变调读个就奇怪，敢若较寒来，怪怪啊。因为我讲寒是重点啊，对无 ？It seemed to have got colder， 愈来愈寒啊。啊，毋过伊即个时间点，我袂记即个年过，嘛，即个几个日啊，奈伊毋过下晡个日头光照入来，啊，奈个随便寒去，我袂记即啦，我袂记伊迄个啥。几个日的时阵，我袂记着，歹势。可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？安尼是毋是？迄个啥？三年后你继续读。有人要野手即个艾日卡。艾日卡，我无看到迄个送，会歹势。安尼我来读。好，你继续读。上尾段。上尾芳，伊甲连靠衫的大下好，慢慢行对窗仔边，日头已经落到厝后壁，笑无着定斗啊，石板路澹澹，敢若拄细棍，伊嘛若细棍，会当喙之间呢。那青国白，迄个查甫人行来行去，拢袂忝的款，喙里三叶啊，三叶啊，就是叶物件叶衫迄个嘛。喙里三叶啊，甘嘞，搁摕出，黏米手，黏米店。黏米树、黏米店吧，这个是黏米树、黏米店吧。黏米树、黏米店，甲搁较济料子啊，也去扫啊边，搁较济whistler在想，即个查甫人毋知是在甲人洗衫趁食，也只是在甲伊的20也30的孙做牛做马。主力啊，行来边啊，两人做伙注心看下骹即个四种的身影，看甲真深切。查甫人有个性的姿态，伊也向大嫂啊的大箍手，放甲可比马母的尻川。马母的尻川 ，Winston 看着，头一遍意识到伊真水。伊毋捌想过一个50岁查甫人，身躯生囝了后，长甲寸足的囝人，搁互工课拖跋甲筋骨硬，花百粗。头甲若过分，无，这是歌 KUA 尔呢，伊毋是 KHAU。歌甲若过分的甲头菜，煞搁会当水，毋过倒影。总讲伊想，怎样袂使？
线条高去，历史一大块花岗岩的身躯，甲粗拍赤红的皮肤。这个可能是定的款吧？哦，拍敢若是内底无物件才会拍嘛，对无？甲粗冰赤红的皮肤，若和少女的肉体比起来，就亲像玫瑰果比玫瑰花是安怎过节，就爱毋达花蕊。到这。好，感谢啊！这段无讲介绍段呢，毋知咱内底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咧描述迄个富林人，有个50岁查某人安尼，金光个皮肉粗吼，寒敢若过分的。我是读结头菜，我无确定这是啥物戏，这是伊即种菜色是毋是英国迄边的啊？还是有一种啥物中文讲做五青晓，还是菜壳？我无确定这是啥物菜。结头菜啥物戏？迄先十钱线条高去，真正是我来讲吼，这当然迄是伊对楼顶看落来嘛吼。我看COARSE 哦，是毋是结头菜？伊个 green like over ribbon turnip TURNIP 可能吧？我咧有咧猜想 ，could be beautiful。好，毋知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？咱是话做日读，伊一寡对话，然后后壁段不哩啊大段，你安心自在。他称凊彩嘛是讲笑话，是安讲，这就是伊的风格的水，伊是安讲。茱莉亚有玉伞 ，Winston 一支手，无贵力，都加可怜。苦难，你减一字哦，苦伊是，我认为就这种安尼苦难，伊用苦难的。这个是平嘛，这是伊讲啥？咱的迄个中文讲侧身吼，因为伊就是迄阵咧讲，这个中文的侧身，台语敢若找无一个词啊，通好翻译。这个啥？西，什么西？我看。摊去看，你是讲看，毋过看是毋是一个动词啊？伊意思是讲，咱若会看到别人的这个侧身，其实拢是用摊去看，嘿，这是李东老师讲的啦。毋过摊去看，敢毋是算一个动词，还是讲你甲迄个物件叫做摊去看，敢毋是安尼？嘿，伊变做动词讲毋对。伊变做，主要是讲因两个伫房间内底嘛，本正茱莉亚就是顶半身无穿嘛。所以即马才来讲伊的啥物，伊的边边骹头甲平咧嘛。from the hip to the knee，hip 敢是骹床晓 ，to the knee 骹头嘛。Her flank FLANK was against him， 所以就讲，迄个应该是迄个 FL 一个字吧。因中文敢若是甲伊翻译做侧边晓，还是侧身？爱就怎啊改翻译做边边，就规个毋是胸坎嘛，毋是脚趾片，就是胸坎含脚趾片的边啊，迄两片。当然倒面正面先不论嘛。就伊就讲，伊茱莉亚边边为骹床到骹头嘛，对无 ？From hip to the knee 嘛 ，hip to the knee 这个部位啊，所以。这叫我真正无法度。好，来歹势，准着你继续。
摊起平，因为迄阵我想到是讲咱，就讲困的动作有3个方向嘛，困摊起、困摊笑、困摊胖嘛。啊，所以困摊起就是你侧睡，啊，所以起的迄部分，因为起即个算一个形容词嘛，就讲拄仔讲的，啥物讲啥？摊起看晓，摊起看。摊平，我拄则摊平看。摊平看，伊讲迄个人摊平看，做成阮阿姐。摊平看，啊伊摊平看，就是阮阿姐就是讲，我对伊的边仔这边看过去，就问讲从侧面看很像我叔叔嘛，对不？从侧面看呢、是迄两个侧面嘛，啊，即马就是无边即个部位，对不？毋是看伊的胸坎，嘛毋是看伊的脚趾片，是看毋是胸坎，毋是脚趾片即个部位，咱要安怎讲？啊，即马英文看起来应该就是和 Flank 嘛，对吧？伊讲规个平咧嘛，甲平咧啊，啊，所以边平伊是用边平，当然，边恁有你的 Q 口叉嘛，边啊，个其他音无，我袂记起来。啊，总是，若准讲咱无搁较好，搁较水，还是搁较对当的讲法，咱可能暂时就先用边平嘛。啊，当然我就讲，我已经我就接受，啊，无就甲弗兰克即个字，甲当到外来语，甲伊写做罗马字嘛，嘛是一招啊。当然我就讲，即种外来或者是咱暂时无的，啊嘛，上好是有咱有台语的理路去甲伊号迄个名嘛，对无？照台语的理路去号，这是上好的嘛。啊，第二就是，伊迄个原底的英文是安怎去讲迄个物件？啊，咱用咱的台语甲伊思考，伊安怎去号的嘛 ？Frank。啊，第三种就是，伊敢有已经翻做中文的，咱参考看卖啊，还是甲借来用，对无？伊讲什么侧身，啊，你就甲侧身即两字，读做台语音转过来嘛，侧身当做批评即个嘛。啊，即马精神先生就直接改翻译做批评嘛。我个人是感觉，我找袂出来比即个批评更较水，还是更较大骂的翻译法啦。啊，当然也是我咧讲嘛 ，Frank 还是侧身，还是什么边身吼？伊讲近年伫什么所在是我看到，啊，是我袂记啦。有讲边身、边身啥，反正是要讲类似腹肚边迄个部位嘛。啊，佫毋是干那腹肚一大只，就规个伊讲话对些什么尻川皮到脚头即几片安尼啊，大概是即个意思。最重要的继续，歹势。大头菜。大头菜，结头菜，册内底是结头菜。结头菜。结头菜是采录的是枋腔甲台中，伊安尼讲。那比如讲，阮台北专腔会讲大头菜，其他咧讲的菜脯。菜脯哦，对嘛，我就。所以这三个拢是共款。拢是共，以咱台湾来讲，就是拢共迄种物件就对啊。OK， 好，感谢，感谢。菜脯。茱莉亚，边边为尻川到脚头，较平的，为因两人的身体为生囝出来，这是因绝对无法度做的代志。秘密干那会当无水果，为一个心灵传到另外一个心灵。楼骹迄个查某人无心灵，干那粗勇的手，烧炉的性地，车高死的腹肚。加即个加，你家徛到，你家当做徛身边，伊是徛人边。甲高死的腹肚，医生发现即个查某人生
理论上会使啊，实际上敢若嘛有人目前看到记录，是无人生18个啊，未？搞歹势继续。12个，阮阿嬷嘛，不管就讲对伊巴肚出来，敢若超过10个啊。当然，买几个就是一半，就是无请用大汉啊。因为古早是莫讲偌古早，就阮阿嬷诶时阵，迄卫生条件无好，环境无好，对无？生会过加酒芳，生袂过着4块帮啊。所以有甲囡仔生出来，伊保着伊诶命已经无简单啊。啊，囡仔要请个大汉，迄个另外一个难题啊。所以生10个，敢若讲敢若有5个有中大成年成家立业啊，剩诶什物上侪敢若17、18岁拄水拄死诶，啊无佫较细汉有啥物以前啥物马拉利亚，啥物，就足侪种。日本人讲做风土病嘛，环境无好，地高安尼啊，所以啊15个这，迄个拿纯粹即个王查某，敢若生13个啊，26年生13个啊，啊所以即个生15个可能就对有材料生18岁开始生嘛，2年生一个，啊10个30年，啊30年48岁嘛，所以讲50几岁生15个，伊就讲安尼甲算出来，2年生一个，伊安尼算，10个嘛无意外，可能是安尼算的啊，伊讲伊要伊50几岁嘛。对无？头要伊个50岁嘛，啊对，18岁开始生啊，32年生15个，2年生一个，敢若嘛真合理啊。我毋知，但迄个时阵可能袂晓拼太会款，好，反正你继续。短暂，短暂嘛，短暂，你家己读对文音去啊，吼，短暂 OK 啊，就是文音嘛。短暂，一年反省，过来就碰做一样稳的科技一款，我变低、变红、变粗，抓落来伊的生活就是洗衫、布涂骹、涂布、指甲、拼扫、清衣服、收拾物件、布涂骹、洗衫，我是拍只。好，感谢啊！哦，真正真长就对啊。迄个相，迄个卡，是我无迄种，我无邀请到，是安怎？哦，伊可能今仔用听的。OK。伊讲伊较无方便，今仔较方便。好，安尼好啦，我就来甲挑战一下，因为时间差不多啊吧。好，安尼260页读到263页，迄个一句安尼，吼，所以遐如涂骹。我该处理一下迄个种的啥。头先是为着囝儿咧辛苦，过来为着孙，30多年无人芳，安尼到呾，伊嘛还咧唱歌。Winston 对伊生出深悲的尊敬，即个心情毋知安怎，搁含烟筒喙后壁，迄清浅无魂，演电甲无了尽的天透蓝做伙，想嘛奇妙。每一个人拢共款伫即块天，伫欧亚国、东亚国，也遮拢共款。即块天下骹的人嘛拢真像世界，同世界数千、数万、数亿人，毋知影彼此的存在，互收温甲校话的肠胃隔开，伊原是恁一模一样。因毋捌学思考，只是甲有一日会当将全世界车倒饼的力量欠伫因的心肝、甲腹肚、甲筋肉内底。若是要有希望，就是伫普罗啊当中，这定就是 Gosden 最后的信息。迄本册毋免甲读好完，伊就知影未来属伫普罗啊。毋过，伊敢会当确定，到普罗的时代来的时，因所起造的世界，对于 Winston Smith 来讲，敢就袂亲像即个党的世界遐尼清楚，无问题，伊确定。上无，迄
迄会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世界。若有平等，就可能精神健全，早晚会发生。力量会转变做意识，普罗也袂死。你敢若看定到迄个美勇的身影，就袂怀疑。落尾伊会觉醒。迄天凡世搁1000年才会来。毋过伫迄天来进前，普罗啊会面对一切困难，活落去。敢若鸟啊，甲生命力为一个身躯传传到另外一个身躯。即个生命力是挡所无，嘛刣袂死的。吼，这我后壁即一趴我就感觉是毋甲台湾真像啊？就是这300-400年以来，就是一直去用吞大，一直去用糟蹋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人虽讲无过甲真好势，毋过嘛至少有活落来嘛，吼，至少肉身活落来。语言，台语的即个语言是即马串的啦，啊，到底活会落去，活袂落去？当然，相当的人是悲观啦，就是20年以后就无啊啦，20年以后就无啊啦，20年以后进1、20岁遐个人，伊20年后伊的台语就是我的台语无介好，我敢若晓讲食饱袂，这是有淡薄悲哀，啊，毋过即个趋势敢若嘛无法度，现主是来看，敢若无法度挽回啦，我毋知。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法？随便讲，毋好遮悲观安尼啦。小可叮当啦吼，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？咱可能是毋是准备在压尾？做一个记号。而且伊即段不了大段是等于是Winston 徛伫未来有希望、有愿望的即个角度来看讲，就是伫咧普罗遐，伊就是生命袂长暂嘛，反正就是一直活落去嘛。啊，当然想要真做迄个救世主，吼，迄出电影吼 ，Matrix， 台湾是翻译做我袂记起来，就迄个 Keanu Reeves 演的迄个嘛，吼。伊敢有第1集、第2集嘛？伊的电影名是 MATRIX 吼 ，Matrix。我印象敢是安尼啊，所以这有咱电影的世界，嘛毋是咱有法度随理解了解安尼。好，安尼咱是来压尾茶花，这条你先读好无？迄是干结，迄个是乾隆的乾嘛？啊，乾隆的乾，读做打，敢若是日本时代用混读的方式去处理的。啊，毋过乾隆的乾，照你讲，可能无打的音。啊，毋过日本人来了，伊就甲即字捡起来，拄有打的音嘛呢。啊，毋过伫遮，伊敢若毋是要读做打啦。伊的罗马字是干结，开始你继续。无共系，干结。要徛在来发亲的温，透风的拿来，命是命抽落，害咧。个不人当的风霜，死到会有人甲你陪伴，看到你心内怀车的伊会讲，迄是上是岁月比你迄个茶花一蕊一蕊好，感谢啊，吼，就是最后，因为我无确定各位朋友感觉看过伊讲的即种的茶花，伊遮当然就是伊去安尼讲嘛，啊伊讲顶话啥？形容茶顶悬哪花，
在赞颂无规则的文理。这一般人讲理论吧，是毋是？伊讲即个茶花，我印象中是较早阮爸咧做梦的时阵，有迄茶刀啊，扣起来迄就是敢若一蕊花伫顶悬啊。我的理感是安尼啊，啊，毋过伊即马讲的那敢若含我的迄个想法无相款安尼。好，无要紧，来，3年你读。好，来，请讲，来，准你讲。所以，伊家人家啊，啊，所以应该是理论吧，是不是？敢是理论？但你大阵咧讲迄是理论的意思啊，不规则的文理嘛，对无？哪会是伊加的嘛？好啦，好，感谢准你帮咱查出来，就是啊，我感看伊有人是改写木理哦，木伊写是木，啊理就是写道理的理，就甲即马即个文理伊用共字安尼。木理嘛，吼，伊家讲木理嘛。对啊，好来，3年你读。茶花你是路径伫干结土地的树，为着要徛好在来发青青的根，伫透风的拿来拼性命抽落，害咧，越过阮。越过滚哪当几哪当啊，歹势，越过几哪当的风霜，时到会有人甲你开破，看到你心内歪扯的年轮，伊会讲迄毋是着伤魂，是岁月为你刻的茶花，一蕊一顺。好，感谢，我嘛来读一下吼。茶花，你是落种伫干涸土地的树，为着要徛好在来发深深的根，吼，伊的球法是根，伫透风的拿内拼生命抽落，害咧，换过滚啊当的风霜，时到会有人甲你开破，看到你心内歪扯的年轮，伊会讲，迄毋是伤魂，是岁月为你刻的茶花，一蕊一蕊，一顺一顺。这后壁这当然是塔树嘛，一蕊嘛，啊塔起来就一蕊一蕊嘛，一顺塔起来一顺一顺嘛。啊，这种塔树的读量法是自细，至少阮自细就是听，啊当然就是会晓自然变调。啊，自然变调这个部分当然是正是学台语文，你也知影哦，迄有做变调，迄有做变调，毋知影，吼，就是大部分我拢是干来要讲，无一定知影迄个原理原则安尼啦。好，毋知咱台个朋友安尼对咧读完即首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准定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系啊，我就讲，伊家倒实体，对啊。对啊。系啊，伊讲用风霜，我大部分
大部分的歌词嘛，拢什么什么受尽风霜安怎嘛吼，我袂记是毋是什么歌的歌词内底嘛，受尽风霜，食过苦。啊，林松系啊，林松子嘛是人名嘛，当然人名有当阵啊。伊酸甲爽当然是算是毋是算文白音嘛？啊名因为较特殊，就是名种主人，伊安怎读念，咱大概也是无第二句话就留来。啊，当然一般来讲，拢会读爽较侪啦。林松子即个吼，叶启田有一首歌就是林松子嘛，我会记着，我有记毋着，我袂记着。吼啊，等下就是受尽风霜，食过苦楚嘛，我会记迄个都首歌内底歌词嘛，我记着古早歌。反正你继续。哦，有一个嘿，面霜面霜，我袂记得。我讲听个中文是讲面霜嘛，啊面霜这台语要安怎讲？我毋知，因为敢若知影古早讲胭脂水粉尔，啊是越愈多啊，假使越愈多。冷霜晓，哦是冷霜。OK。庞氏的两霜啊，就是冷霜。哦，对，胖子嘛，但是即摆一定无卖庞氏两霜啊。伊敢若是有一个成分的关系。因为伊的价销伤暴利啊，伊就无卖啊啦。我会记敢是有一个成分的问题，伊本来利润无悬无毋对，啊，就是要有一个成分，敢若就讲迄个成分袂使添加，啊，袂使添加落去到底，伊就怎找无价销相当，啊，伊本来就暴利嘛，啊，无就搁弄落去，啊，规期卖卖啊。好来，毋知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无？你卡你来啊！我们再讨论这首《茶花》。来，正直个讲，叫岁月 ，GUAT 嘛，岁月。伊即字有3音嘛，月牛啊，一个月，月牛一个月，还佫啥？即个岁月嘛。我就讲即个月。即字伫日语内底，伊嘛是3个读音3个意思嘛。一个是几月迄个月的读法嘛，吼，啊，一个是天顶个月的读法嘛。我讲是日语啊，吼，啊，搁就时间一个月、2个月迄个读法嘛。日本是分即3个，对，即3个是完全无共款的概念嘛，所以就3种读音。啊，对台语内底，就是除了文白音，啊，搁啥？即摆遮个岁月。大概袂读岁月吧，吼啊，月初，用月初后壁入声就毋是 T 啊，所以我会记得台语的月敢若嘛是3个音嘛呢。好，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歹我会记啊。安尼，你家己有要读无？茶花？无听到声音。安尼。好，我读。你读。但是我找一下我的相片伫倒一个，等一个哦，歹势。好，我找着啊。好来，互你读。茶花，你是路政治感觉土地树，为着要徛好在来发深深的根，伫伫透风的拿来拼性命抽落，海即个海。海咧，外过几若冬的风霜，直到会有人甲你开破，看着你心内歪出的年轮，伊会讲。迄毋是伤痕，是岁月为你刻的茶花，一蕊一蕊，一顺一顺。好，真好，感谢。所以你的即个读书嘛，读得真好，吼，就是有迄种自然变调呢。你若你别所在只要读一蕊一蕊，怪怪。伊这是读书啊。好，来，安尼准备是要帮咱压尾。
查顶面微蕊新花，一搭一搭做嘛是已经学讲，已经真学讲洪灾的心情。好，感谢准弟甲咱分享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伫会今有嘛是超过10点啊啦吼。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嘛感谢大家朋友听我咧顶官网头网分享网交流。吼啊，3年有咧出论分享一个张立东老师所讲迄个什么侧面侧身即种讲法啦。啊，以前目前台语的部分较无，就讲无一个官方的组织，也是会话水跟逐个单位出来讲安怎讲嘛，啊，着逐个各自发挥，啊，较侪人讲接受的迄个讲法就会留落来安尼。好，安尼咱今日读到遮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下。